欢迎大家收听听台语唠英文 Learning English in Taiwanese。今仔日要讲的单元是公平的 Steven。公平的 Steven， 阿朱甲阿夏两个人住做伙，毋过个性袂合，常常冤家。有一天，阿朱放学了后，先转去厝，看到灶骹有一粒石巧，因为伊还未食暗顿，腹肚肠里枵，所以伊想拢无想，就甲石巧规个食了了咯。谁知影，这个石巧是阿夏的查某朋友买互阿夏的，这引起阿夏非常的不满。之后，阿夏常常提这项代志来甲阿朱搭喙鼓。即天，阿朱伫市场看到有人咧卖榴莲，伊想讲榴莲甲石巧都生了真成，毋过佫比石巧大了几啊倍，伊就买一粒转去，等伫咧阿夏面头前，伊讲：你的零钱我拢还啊，即摆咱是公平的 Stephen。 I have paid you my debt. Now we are even, Stephen. 阿夏真正啥拢无，伊讲 Stephen 是啥？为虾米你即摆要讲到伊？ Who's Stephen?Why do you mention him now? 听众朋友啊，什么是公平的 Steven 呢？原来是互相无相欠的意思。因为真久以前有一个叫做 Steven 的人，伊对伊的某完全拢无想要相让，嘛无想要亏欠对方，所以后来就用伊的名来比喻着互相无相欠的意思。所以你若想要讲，好啊爸，咱将是互相无相欠，你会当讲 Now we are even, Stephen. Okay?同款，咱个来复习一遍。公平的 Steven， 也就是互相无相欠的意思。Even, Stephen. 第一句，你的人情我拢还咯，即摆咱互相无相欠。I have paid you my debt. Now we are even, Stephen. 第二句，好啊爸，即摆咱互相无相欠。Now we are even, Stephen. Okay?时间真紧，又搁要甲大家讲再会咯。有任何意见，请写伫后面甲咱讲哦。咱后一集再相逢。